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5，罗马书15章13节安尼讲：愿赏赐愿望的上帝，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，互恁伫圣神的关联，得到满满的愿望。三角来祈祷，赏赐阮愿望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永活上帝。主啊，你赏赐活命甲慈爱互阮，你眷顾甲保全阮的性命。主啊，人算什么？你要遐尼关心？土罪的人算什么？你要遐尼照顾？主啊，愿要大声唱新歌来学乐，愿要出欢喜的声来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的慈爱直到永远。主啊，愿常常伫困境中，袂记得你的恩典甲同在，直到来回心实志，赏赐愿望的主啊，求你互阮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，互阮伫圣神的关联，得到满满的愿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